母音 A E I O U 呢啲嘅高音，亦都係長音。佢哋嘅短音係呢字嘅頭音 as s a is o as e o。佢哋嘅高低中三個音調係o。呢英語拼音法嘅5步係一部分音節，子音、大母音、音節、子音、大母音、子音、大母音。第2步分音律，凡係見到 IST 喺後邊嘅話，唔好理佢呢個子音係乜嘢，呢度都係低音，亦都係一個字尾。唔算係一個音節，所以呢度事實上係3個音節，嘅音律一定係高、中、低、中、高、低。呢度我都係低音。第3步拼上，第4步拼下，拼每一個音節嘅程序。係母音加尾音，再加頭音。母音係 E，S 係 S、Z、F、V、J 嘅 S 係改唔到前邊母音嘅聲音，所以呢個母音基本讀佢嘅短音 E、L、O。頭音係嗱 A 哩 S T 第3個聲係 T 塔 T list。呢度 A 係 但係 L 喺佢後邊係變成一個音節。但係呢個 L 嗱 O， 佢個3個聲音係 L 嗱 O， 個尾音係 O， 係長音，母音長音 O， 所以呢個係母音。你前邊呢個係 A E I O U 都唔好理佢，唔使理。M 麻頭音係麻 O， 毛，低音就係毛。就係第2個音毛係毛 list。I 係 E，M 麻尾音係X 頭音係沙音線，中音係第3個音線毛 list。A 係 X M 麻係頭音，麻高音係第1個音 maximalist。而家拼下邊呢啲都係低音，冇得改。maximalist。第5步，第1個比較，邊個讀出嚟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 ？maximalist 應該係 maximalist 係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。事實上，我頭先同你講呢個係加上去嘅。所以呢個係自己一個字 maximum， 然後再加 list 係咁嘅意思。第2個比較係比較兩個高音喺邊度係比較高嘅地方出嚟 maxim 比較高嘅地方出嚟，嗰個就贏啦。鼻嘅高中低，喉嘅高中低，口腔裏邊喺中間。
先 in 先喺呢度出嚟嘅 ，mac 喺上面出嚟嘅，所以兩個嘅比較都係 maximalist。Her maximalist decorating style filled every room with vibrant colors. Her maximalist decorating style filled every room with vibrant colors.